我們犯了罪。經歷過文革，被打壓過，因為毛主席被審查過，背上思想犯嘅罪名。40幾年啦，文革對佢哋嚟講又係咩一回事呢？文革時期，毛澤東喺重慶嘅支持者分咗兩派，一派係喺66年8月15日成立嘅815派，另一派就係激進嘅反道弟派，雙方對立㗎。何宗偉當年係重慶水輪技校嘅學生，俾同學推舉為815戰鬥團團長，寫過大字報批鬥校長。雖然冇滿手鮮血，但打鬥都少不了。原來咁奮不顧身，都只係因為保衛毛主席，保衛社會主義。因為當時我們的思想比較單純。諗翻轉頭，發覺一切都係錯。我後悔的是，當時我的政治覺悟不高，沒有看清當時這場運動的複雜性。我們把這個運動搞成了什麼兩派，群眾鬥群眾。我破壞了那場文化革命，我的矛頭全部指到我的同學，指到我的工人，指到我的農民。身邊同佢一樣，當年參加815嘅黎衛東，負責組織群眾同埋工廠代表批鬥走資派。心口嘅毛澤東襟章從來都冇離開過。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，毛主席是為了人民，全心為人民服務，那是對的。年月過去，有反思過。但堅持文革冇錯，毛澤東更加冇錯，錯嘅只係佢哋。沒有很好，按照毛主席，他剛才說了4點嘛，你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，我們自己有責任。坐住電動車嘅吳洪剛，當時係反道弟派，但而家大家竟然做埋朋友。我因為我是工種打垮了的，我也不能夠參加他們那個組織，所以說我就另外就組織。但文革之後判勞教年幾至8年，40幾年後3人相聚飲茶，由對敵變成朋友，而家只有一齊反思錯誤。